呢間嘢好食到連雞骨都食埋，為日本中華料理大平反。其實日式中華都可以好正。今日要介紹一間孤獨的美食家，都有介紹嘅中華名店。今次呢間位於代代木車站行3分鐘左右，平日夜晚都爆晒人，環境都唔錯，有大概30個位。menu 有中文但就冇相，必叫呢兩個招牌菜：蔥油紅油雞，好厲害，可以煲到隻雞咁嫩，一夾就散，中間嚿骨好似溶咗咁，好嫩好滑，而且一啲都唔鹹。俾你睇下啲骨，完全唔使用力，好食到連骨都食埋，都幾特別。你睇下呢個拳頭咁大隻嘅餃子，呢隻餃子認真不得了啊，好 juicy， 多汁到流晒出嚟。招牌毛澤東排骨，特製香辣脆脆，勁厚，忍唔住要一啖放落口，唔使講你都知正啊！食完啲肉，忍唔住要食埋啲脆脆，正到清晒啊！個黑炒飯都好濃味，正啊！今次仲叫咗好多其他嘢，所以價錢貴咗啲，咁就係咁多啦。想夠睇好西記得科紅讚好 ，share 埋俾你朋友，試過嘅朋友可以留言話我知你點睇。鐵板超卡，青山三味，下次再見。